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6年嘅4月3號星期五，因為呢幾日都係公眾假期咧，所以就早一日做呢個每周功課。咁我哋到下個星期三先再開始咧，而下個星期得3個交易日嘅啫，香港8、9、13日。咁回顧翻我哋過去嗰4日咧，星期一就係3月期結呢一日，星期二就係3月最後一個交易日，跟住行咗2日，暫時都係陰燭。咁究竟嚟緊嗰3日下個星期，究竟係穿底內試底啊，定好好彩地再穿25,400、25,343去反彈啦？我哋循例睇下其他嘅市場，先再翻嚟睇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，美國三大指數暫時好淡爭持。4月份開得叫做唔錯，因為30號、31號嗰日已經出陽燭，暫時個底部就054，頂部就474。即係佢突破咗呢個區間，先至再有機會升或者跌。暫時喺度好淡爭持中啊，但係好淡爭持中嘅話咧，未算完全偏好嘅，企咗喺47428上邊先至可以有信心地繼續睇好呢個道指。暫時好淡爭持，因為上個月係出大陰燭嘅。S&P 一樣上個月出大陰燭，咁啊31號開始轉好，而家未轉差過。咁要再好嘅話，當然守到呢個底啦，仲要突破呢兩個藍色啦，即係企穩6651都升咧，喺呢度有陽燭咧，先至諗有冇機會真係揾到個底啦，轉勢啦，即係暫時仲仍然好淡爭持先。納指上個月都係出陰燭，不過陀螺嘅陰燭，咁啊又係全部31號轉翻好，兩支陽燭4月份，但係要企穩埋呢一個上邊，即係前底呢度再升，先至可以估計呢個係底。唔係嘅話咧，仍然喺189同埋大概20,600附近，睇係咪600先？冇錯啦，207附近到2220附近喺度上落，暫時睇下下個星期會唔會呢區度上落，然後好淡爭持，再突破向上或者跌翻轉頭。咁啊，道指暫時仍然都係好淡爭持。好淡爭持之餘咧，呢度比較陽燭比較大 ，S&P 陽燭比較大，係導致嘅陽燭比較弱一啲，咁都唔好理佢啦。因為今晚星期五美國都係假期，下個星期一佢先復市，但係我哋咧復市嘅時間就遲2日，咁啊睇睇下星期點樣走勢啦。復活節睇下有冇辦法復活啦。上證今日仍然有市，暫時出緊陰燭，咁啊未算好好，仲喺度爭持中。嗱啲金咧今日都休息嘅，但係啲金咧。行咗一隻陽燭，昨日就出陰燭，但係陰燭咧，佢係守喺呢條下降軌之上，都叫入得翻嚟，未跌穿。但係大方向去睇咧，總之一日未企穩得5000咧，好有仍然未可以開香檳慶祝，因為暫時喺5000同4000呢度爭持，最低跌到4100，唔知會唔會再嚟試4100、4000。咁如果4100同5000咪4550啦，咁當佢4500先啦。嗱，暫時4500就叫守到。底，但係佢未突破向上，即係仍然喺度好淡爭持下先，因為上個月係卒之好耐都未見過嘅大陰燭，呢支陰燭幾時試過出現呢？如果咁樣睇呢個圖去睇，當呢個係比較大嘅陰燭啦，都2023年啦，即係2023年2月之後咧，其實未出現過一次咁大嘅陰燭嘅。咁睇下會唔會呢支陰燭令到喺個高位橫行或者徘徊之後，然後先至再升啦？之前咧由呢段大升咧。呢度橫行咗幾年㗎，唔知會唔會重蹈覆轍啦？喺個金獨高位橫行幾年，然後先再有方向啦，暫時未知，所以要觀察。總之一日未企翻上5000咧，唔可以開香檳慶祝住啲好友。咁睇埋我哋啲股票，700兩支陰燭未開向好，上唔翻521.5，冇得開香檳慶祝，即係仍然要沉底。700唔靚，阿里。未穿底啫，但係都仍然沉底，唔上翻128，唔靚，因為上個月阿里大陰燭，700係兩支陰燭，兩支大陰燭，1810都係由呢度舊年嘅2025年10月開始到而家都係陰燭，咁啊仲穿埋呢個31.2，上唔翻36蚊嘅話咧，即係一係沉底，一係就唔係止跌啊。喺區間上落度嘅話咧，冇跌得太差。不過如果連31.2都入唔翻嚟嘅話咧，
唔可以太樂觀住，就算按樂觀都要等，因為唔知佢會唔會落去試30蚊樓下，甚至30到25蚊先揾下個底。暫時1810唔靚，阿里唔靚，700都唔靚，3690其實都唔靚，不過冇咁差住，因為起碼呢度啲大陽燭頂下先。咁啊，失守大陽燭個底，仲有一個底就係失3個6毫半，兩個底都失守埋，先至來繼續沉底，沉底去邊度啊？再沉底嘅話咧，呢度咯，61蚊啦，再跌穿73個6毫半嘅話，咁啊暫時如果止跌要回升咧，都要破翻陽燭呢個頂先。暫時形勢嘅話咧，3690，只不過希望佢冇咁差，不過都係冇。9618一樣得個底，呢度嘅支持區喺呢度，唔好計你個95蚊、100蚊樓下先，守到呢個支持區，突破翻166先至證實到呢度最近呢個103係底，呢個係底，要陽燭再破陽燭頂向翻上先證實陰燭轉陽燭，陽燭跟翻陽燭，唔係嘅話咧，暫時只不過喺上個月嘅陽燭嗰度徘徊緊，未有突破呢隻，不過已經唔算係最差啦。咁五隻科網股咧，其實冇隻好嘅，陰公啦。388未算好，不過好彩揾到個底咧，未算好差。睇下盡唔盡快破翻403，403係咩位？403係前個月個底，入唔翻嚟403嘅話咧，幾好都冇用，即係話有待觀察，希望唔好咁差啫。5號仔算唔錯噶啦，已經，因為去翻仲收到130。呢個月陽燭個底就133，上個月又出罕有嘅大陰燭，好耐都未試過咁大支陰燭噶啦。你睇我哋隻5號仔，如果用個大陰燭係呢支啊，2022年9月出完呢支大陰燭咧，全部陰燭都穿頂嘅，未試過咁大支。咁所以呢支咁大支嘅陰燭會唔會令到佢受到若干嘅調整挑戰咧？睇住唔失守121同118，最多係上落市破唔到133都。企得穩133，先有機會挑戰翻呢個區間133、144。萬一連個118都失守埋嘅話咧，唔好意思啦，匯豐要落嚟108或者100蚊啦，希望唔會啦。因為如果匯豐轉翻好咧，可以單天保至尊嘅話咧，即係話我哋個市就算跌，起碼唔會跌得咁慘烈先。睇下能否成功啦，即係暫時仍然係好淡爭持。咁所以你睇翻佢隻恒生指數嗰個期貨嘅話咧，暫時周線圖唔算好差，因為連開兩支陽燭。但係又未算好好，因為未企得穩嗰個25,400。咁啊，月線圖大陰燭，陰燭仲跟陰燭。自從出完呢支陽燭之後咧，呢支陽燭創新高之後咧，喂，唔見晒啲陽燭嘅，啲好友走晒佬喎，仲穿埋呢個位喎，形勢暫時未轉好噶，即係喺我心目中，一日未升翻上去呢個25,705企穩啊，企得穩啊，突破埋呢個27,400嘅話咧，全部都係有反彈冇轉勢。好，過去嗰4日兩支陽燭，兩支陰燭，5月開得唔靚，咁啊好簡單啦。上個星期啊嘅功課，預個支持位24,300，果然跌到24,300。你有聽翻上個星期我已經講，如果跌好有唔失守24,300咧，唔好睇佢咁淡。結果呢個位反彈，反彈到邊度咪25,400，同個預期其實差唔多嘅。不過中間嗰啲轉折，可唔可攞到利潤咧，就睇你自己嗰個做法啦。好啦。咁而家個形勢而家喺25,000，要突破咗呢區先，一係跌穿24,800、24,700向下，一係守到25,000，升穿25,200、25,400就向上。咁即係話咧，而下個星期個3日嘅走勢咧，即係咁，呢度延續住3月份上升、下跌、反彈、下跌、反彈、再下跌，呢個就係一個模式。另一個模式就下跌、反彈、下跌。跌到嚟呢度唔肯跌嘅話咧，升翻穿呢度咪咁樣行咯。所以下個星期睇緊呢個會唔會升穿，有機會反彈，定呢個會唔會有機會跌穿，去繼續調整或者做三底。如果真係升穿得呢個434能夠企穩705都升咧，暫時大家可以當呢兩個係雙底先。反彈到幾遠，入唔入到嚟298？睇下下個星期個3日嘅走勢係點，下個星期做功課再話俾大家知啦。好，今日功課完結，祝大家復活節快樂，清明節快樂，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，拜拜。